最近的天氣確實有影熱翕翕，氣象署講，這款的好天氣啊，恐驚會繼續到後禮拜四，各地高溫差不多32度至35度，部分地區有可能出現36度以上的高溫。因為這陣啊受到西南風的影響，南部地區較高落雨，其他的所在過渡過是會出現西北風的天氣形態。最近的天氣是真熱熱，無落雨的時陣如果真翕。氣象署講，這款的好天會一直持續到後禮拜四，各地高溫差不多是32度至35度。湘北地區、苗栗以南、到花蓮、台東，可能會出現局部36度以上的高溫，而且這幾天中晝的紫外線較強，可能會超標，民眾透中晝出門都要注意。在溫度方面，可能最近幾天還是比較偏高的。以今天來說，其實各地的一個高溫大致上還是有可以來到32度以上。橙燈的一個區域就是已經包含今天有連續3天來到36度以上。那大致上來說，就是在大台北地區、中南部比較內陸的地方，跟花東縱谷這一帶，還有台東，今天可能會有焚風發生的幾率哦。氣象署表示，後禮拜一進前受到西南風的影響，除了這方面的南部落雨的幾率會較懸以外，其他所在日時大多攏是多雲到好天。不過過到了後，中部以北、東北部甲山區都可能會落雷公雨。在今明2天呢，就是受到西南風的影響，主要就是在迎風面南部地區比較容易有降雨的一個情況。有時候會有雷雨發生哦，那也要留意會有一些較大的雨勢。而其他地區主要就是在中部以北，還有東北部跟像是花東的一個山區，就會比較偏向是午後雷陣雨的一個發展。那其中在山區還有大台北地區也是要留意可能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幾率哦。氣象署提醒，這幾天日頭真美，下晝較高落西北風，出門愛記得早雨傘。早日也早雨。另外，目前在菲律賓東邊的海面有一寡熱帶擾動，今日繼續風颱，氣象署講會繼續觀察。記者郭玉琪、謝桂玲台北報道。